上快乐的代志，讲到上快乐的代志，虽然的标准无同，比赛着顶，考试着名，算是大代志。欢喜甲比手画刀，三脚走，两脚跳，上好是到爆风送走，大声讲互众人知。安尼韩班比赛无够读册，无啥物特别才情的人，要安怎？人生敢着无快乐通讲？天下事无着定着，有人喜食甜，有人喜食咸，一人喜一款。若是会当做家己爱做的，照家己的兴趣来行，免计较输赢，快乐是一定有的啦。读册我无计较，变动比赛比较人我上爱。若讲到煮食，嘿，我真心着拢来呀。变好料的，互人食我上厉害。毋管是真的、煮的、煎的、炖的，也是做饼、做鸡卵糕、烘牛排，我拢有法度。若是食饱，阁会当食卡。亲情朋友拢互我教，我是天生的大智师。敢真正安尼？无啦，是阿母甲我斗相共的啦。阿母上班真无闲，憨憨啊，阿爸会跳出来煮食。毋过，若看到阿爸伫灶骹咧轻轻锵锵，不珍惜等功夫，我就开始烦恼。实在是伊的手路无算介好，汤伤咸，菜伤正，蒸鱼仔会臭火焦，炒肉丝会无啥熟。食饭的时，煞毋知影要怎动治。大家紧凊彩白白咧，准食饱，阁无歹势讲。阿母也好气也好笑，规气叫我来斗脚手。拄开始了穿便便，我干那负责炒菜、煮汤，连囝囝拢是阿母产的。慢慢啊，会晓煎蛋。洗出了后，煎蛋、炒饭、炖鸡、煮肉鸡拢无问题。上趣味的是包水饺，看到是要烘的菜鸭，也是副菜鸭拢好。便若好困哩，阿母会招我做伙去菜市仔看。要食啥物，家己拣，顺线穿米粉，返来家己做饼。我日做目粽，同齐孙仔，过年上无闲，阮的感情更加做好。灶骹就是阮的世界，有旁边有笑声，参人真实的节奏，化作美丽的歌诗。世间上水的音乐，甲阿母斗阵煮食，滋味袂歹，嘛是我上快乐的代志。